要不要放我们自己的车上，会比较节省这里的空间？哦，没有问题啊，那我等会帮你放到车上去。好，希望这样机车就可以上去了。即使已经搬了满车，二话不说，体恤客人想节省运费的要求。搬家业是很实际的行业，你今天搬得好不好，客户都在看。大家都认定搬家靠劳力吃饭，就发展做搬家业，要求员工花力气，更要花心思。有一个客户，他之前搬的时候床的一个床骨断掉了，那在一般标准作业流程是不需要去帮他修，可是他觉得，我顺手之后，就把它钉一钉，就变成很可以用。那这就是我们师傅的一个临场的反应。崔妈妈基金会的网络推荐是这对夫妻选择搬家公司的关键。顶着台大 MBA 硕士学历的朱发展，在网络口碑上颇受肯定。他们算评价最高，然后价格合理，然后应该是说升数最少的。大箱的3箱，总共6箱，如果小箱的大概可以装8到10箱。自己研发专利的杯架车，让搬家作业更省力有效率，也等于帮客人节省了搬家时间。那我是想说，在企业管理的一些经营理念啊，包括服务业管理啊，的一些精神啊，都可以应用在这一行。所以，即使是个硕士老板，朱发展常常会自己出勤服务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所以这是新手，对不对？还是会有比较没办法熟练的时候。应该天数嘛，需要帮忙吗？拜托你。对搬家业强烈的情有独钟，连硕士论文都以此为题。朱发展乐在其中，学以致用。朱发展说，学历高的人最怕眼高手低，他自己就是一位气管硕士搬家工，但也成功的开拓了自己的领域。應該天數嘛，拜託你。應該天數嘛，拜託你。